太子珠寶鐘錶特約瞬間看地球汽油，太子珠寶鐘錶及寶齊來提供。各位早晨，今日1月22號星期四，歡迎收睇香港早晨。早晨，龔慧怡。早晨，嘉怡。今日天氣乾燥翻啲喎。係啊，咁提下大家先啦。黃色火災危險警告咧係現正生效，預測大致多雲同埋有煙霞，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，最高氣温大約23度，吹和緩嘅偏北風，稍後轉吹微風。展望星期5晚氣温會顯著下降，星期6同埋星期日天氣寒冷。跟住睇下今朝早嘅新聞。